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嘅福喜樂呢個節目。今日大家咧講乜嘅咧？我哋講大嘴鼓，呢個繞場所有嘅鄉親朋友來看大嘴鼓，用方言來講，呢講相聲。所以呢今日有台來賓嚟到呢一片。不過咧繞場記得出嚟之前先來看一下短片。吴兆南相聲劇藝社成立20年啦！你高興什麼呀你？吳兆南大師加了西歸了。哭什麼呀你？吳兆南相聲劇藝社20歲啦！你重複什麼呀你？講什麼都不對，你到底要怎麼樣嘛？到底是慶生啊還是往生啊？吴兆南相聲劇藝社就要巡迴演出啦！哎呦，每年都一樣，有什麼好看的？不一樣。兆南大師一座巨獻新版漢學習首發問世，打破中國相聲史200年紀錄5位居正式時尚的女相聲演員同台同場同段獻藝，現場同步推出這人從前說過相聲吳兆南紀念特展。還有侯冠群、郎祖筠、劉增凱、劉爾金、樊光耀、金天宇、艾天意、喬天蘭、施天天、劉世民，吳門弟子全員到齊，我不算。哎，你外掛，得全台第一支相聲流行單曲上台鞠躬。最重要的是，大師在線，人間國寶吳兆南將現聲謝幕演出，盡在吳門20宣出無名。哇，所以這次是算是20年的一個活動，對不對？哇，大家咧分享你見解，裏邊提解咧分享解誰你解打理。大家好，我係打理，我唔係客家人，唔過我動中意客家文化哦。真的好會說哦，嘴巴好甜，對不對？真甜啊，背得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大家咧分享你讓我一個台裏邊嘅係你世民哥分享。嗨，大家好，我係劉思敏。客家西龍，這個也是背很久哈。啊，這個到處要講，到處要講，要像掏名片一樣。家家咧分享你嘅提上界裏邊係馬莎咧雅麗姐分享。嘿，大家好，我係莊亞麗，我係客家人，不過咧我係唔係大嘴鼓，我係大嘴鼓嘅伴娘。今日來到鴉片的時候，給大嘴鼓嘛，對不對？所以你看，先看到雅麗姐，就會覺得雅麗姐，你今天的代表是嚇，我唔係來大嘴鼓。感覺上今天我係大嘴鼓嘅演員嘅親友團，算親友團，真的做啦啦隊。對，今天要住此亞哈，其實我壓力很大哎，你知道為什麼嗎？哎，剛才這3位來賓走進來的時候，你知道那個氣勢有多驚人嗎？哎，來真田吃到某朋友，我覺得講相聲的，我們說相聲演員，我覺得走相聲呢站起來，那個氣勢不一樣哎。有這樣的感覺嗎？世民哥？我覺得不會。其實我每次來到你的節目啊，我都很緊張，因為你講話又快又好，是，真的。但我了解義理姐的想法，是，因為我剛開始跟世民哥搭檔的時候，我真的是光排練，他走進來，我想說哦，該怎麼辦？我就很緊張。然後開始排練以後，我真的被他嚇死。我剛開始第一次搭檔是跟他，我真的嚇到皮皮喘。哦，對，既然安陽講，係咪我當鬼嘢嚟當嘢就都得皮皮喘，他的氣勢。大家發現了沒有？你看，我今天鳳夢還沒清簡單，因為不用做什麼事，因為講相聲給你就會很容易。我只要出一個題目，他們3人就會來一個群口相聲，發抖抖，對，而且節奏很好，自己會接話，有冇？拐着彎罵人。意思就是說我們話很多，真的啊！你看哦，我現在是真的有一些流汗哦，我覺得講相聲就是這樣，我覺得真的是我常常講哈，在台灣聽相聲的人，我自己私底下講，我覺得聽相聲給你要親有紅門，對，要很有學，可以嗎？這樣講可以嗎？其實相聲裡面包羅萬象，確實是很豐富，所以每一次在觀眾席裡面都會看到露心沙。我是不是真的很難訪問？我怎麼說用誒悶，我都覺得很緊張。公裡面還會有一類心傷，有個心聲是，其實呢，還蠻結婚之前，我就可是談相聲操嘛，不能係冇乜嘅文化，就談到變到有文化。不過講真嘅，在台灣聽相聲
其实还是小众。对，就观众而言，对不对？不是说给米了都亚片，我们要好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听相声多有趣。我觉得听相声是一个，大家想想看，我们把大家关在一个剧场里面，对，然后在一个像是在茶楼或者像以前喝茶那种感觉，我们一边欣赏这样的一个它传统跟说唱艺术，我们可以这样说，然后你可以听完一个段子之后，那个娱乐效果不但有，然后又可以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哪个杠各位按钮啦？有冇雅丽姐做的按购吗？身为亲友团，超啊，是吗？是明哥可以这么说？没错啊，当然是这样子。对，所以给木易后同大家讲一下，噔，对，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要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演出资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不一样，是创团20周年，所以这一次的演出算是我觉得有整体包装。对，也是要哪位大师来？师出无名哈，这次的主题就是师出无名，因为吴老师去年呢离开我们了，是，那所以呢就办了一场这个纪念的这个专辑。然后呢，刚好今年又是吴兆南相声剧社20周年的这个纪念，所以就合并起来成为一个非常大型的演出。对，然后把所有的师徒们这个通通都给召集齐了，就是徒子徒孙全部都在这里。没错，这次大概有6个 surprise， 我大概细数了一下，比如说20周年嘛，然后所有的徒弟徒孙都来了，然后我们还创作了一首就是 rap 版的相声歌曲，你们自己唱？对，我们自己唱的，就是我们大师姐跟我们的团长一起做的，作词作曲，然后里面就是中西合并、古今融合的一首歌。你没有想过相声会结合 rap 跟饶舌吧？没有。对，就是这种感觉，大家可以来现场听。对。然后这次还有一个 surprise 是我们4位女弟子首次有一个段子配上5位女生一起说。对，从我们的郎姐到4个我们徒孙这样子。而且这段子里面是明哥也是不是？我就是那唯一的男生。所以你看哈，这上面，上面这些是徒子徒孙，我呢是徒弟。你是外挂，外挂徒弟，他是唯一不是徒子徒孙的。对，所以你一个人搭配5位美女，是5位美。玉梨姐说的太好了，是不是？我跟你们聊天，我要有准备，是吗？其实他是忠实的观众啊，因为他每次都有来看相声啊。不过真给，所以其实你这是刚才其中一个群口相声，其中一个群口就是一个图钉搭配5位美女的一个群口，对，是吗？其实不可能没按有讲的啦，其实不可能没有讲。他在家里怎么说？他讲当紧张啊，我老5个啊，5个讲什么诶？无呢，没按有讲。黑马给，高矮胖瘦，老少都有，黑的白的高的矮的。大家题目唔看哦，大家按用糖去了就底吼，其实亚白给大嘴骨整体会轻有意思、轻闹捏，我觉得会很热闹。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如果今天播出之后，其实还有12月14跟12月28办，连高雄还有台中，对，所以。大家想要听相声，给买票，其实我们就上2厅院去买就可以了，对不对？或是打电话到我们剧团吴兆南相声剧社也可以买票。这么的服务周到，对，或者像我们粉丝团，你有任何问题，他们都会回答你。你可以亲自回应吗？就是我可以，就派遣我的助理。对，他刚才因为你刚才觉得你大天八楼也没走的有没有？黑梦你要走的用你用，对，所以现在其实可以上2厅院购票，也可以真的打电话到剧艺社去，对，压黑共争一些粉丝团就都得买。出黑，那我粉丝团我就会亲自回应，达玲姐姐。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哈。观众哈，乡亲朋友，黑共你真营修一看市民歌在那边同你讲 CMO 做讲群口相声，会对，会遭遇到马该用的一个听说会买票，真营这样有。不过说到这里，其实。我们今天一直说雅丽姐是亲友团，对不对？我今天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大家唔抵给逼咩？你们不要这样，你的50看过给大追股。他以前参加过相声比赛，可以完成，来掌声鼓励他。自己 Q 一下。他本来还想说今天要回家要拿证书奖状，亚报给他梦啊，就昨天好落寞老给奖状拿了不太敢看啦。所以真的有奖状，真赢啊！而且我那时候的那个评审啊，就是魏荣豪老师。
然后我是高中组的全国比赛第2名。哇！我听起来是觉得真的不得了，但是感觉上要世民哥讲评一下，因为你对，所以那个魏老师走的比较早。是要出去。他确实啊，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就说，哎，我以前也是这个参加比赛的，全国第2名。我说那个评审是谁啊？对不对？他说魏龙豪魏老师啊，所以魏老师真的走的比较早。听过他的相声之后，哎，我唔讲好不好？唔讲我记用是高中的时间啦，他家就点咩都客家中出我去台中读书。讲法就会有的客家中的客家面啊，客家腔，客家腔，嘿，就因为安样，然后因为我讲起相声，然后我就去买个样子 tape， 卡带，录音带，嘿，然后就样子就青岛的，就是魏龙豪吴兆南老师跟他讲哎，就买一套，然后当年按部头就一糖都变青后背啊，就变。字正腔圆哦，有差哦。冇啦，唔过比赛过后，就因为印堂啊糖哦，我就吃到讲，这相声演员哦，真的是蛮有趣的，蛮厉害的，蛮厉害又蛮有趣的。对，就觉得我以后我一定要嫁给。不是魏龙豪，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只认识他们2个。不过莫雄哥，因为至少现在不能说至少，他曾莹嫁给我们其实是大腕那个世民老师，这也算是有圆梦啊。昨天俺讲曾莹，曾莹这个大追谷地图，他因为通透改好门哦，大家先聊啊，等下长再讲。今天其实东方一走的绕墙的，我们这么多的，我们可以说是相声大腕儿，还有相声大腕儿曾经比赛过雅丽姐了哟，鸦片，哎妈，这样介绍不会生气啦，不会啦，不过要黑大腕给补尿，知道吗？可以这么说。不过我们在听相声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哈，更多大椎骨其实用的是非常精炼的语言，对，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成语也好，故事也好，俗谚语也好，而且要背好多，真挺会抛青斗给东西。你这个点头如捣蒜。对，所以我常常会说，为什么爱吃到一堂大椎骨给你听有后门，不够供大椎骨给你喊他有后门就按永远，我真的觉得，我是发自于内心真的觉得敬佩，真的哈。说这么多铺陈，其实是要讲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一来了，一句客家的露骨言语，看到这个字是不是就觉得有点难？对，笔画好多，笔画很多哦。对，不过你看一开始我先让世民哥跟那个达林先放松一下，我们从雅丽姐开始好了。雅丽姐，你一看就比嘛，对啊，一看就比啊。用西烟腔来念你下诶，贵重最唱给马斯文，从毛给种最唱给马斯文，然后我的腔是该种最唱该马斯文，对。那世民哥要不要来练一下？给种最穷给马事务，可以吗？雅丽姐，不是事务，是斯文。师傅，好，再一次，师给傅。种最穷给马师傅，师傅，有啦，有哈，有。那我给客家话就会学一个字一个字，最穷给。改不会，其他的字太难了。我觉得你很有语言天分，而且我觉得他的腔调还蛮正的，真的吗？对啊，你看，其实我有演过客家8点档，客台的。你刚一念世民哥就被比下去啦，真的吗？但是我会整句，他只会一个字，几个字，3个字。对，我们来讲一下，其实要给露骨演义讲的意思就会说，我们对那个人其实没有很有信任感，或者觉得他讲话不实在，就是讲有时候我们如果用造句给时间，你会知道吧？哎，你不要，你不是堂给让你讲的，因为你讲的发真，你给种追哦，像给马师傅，对，法拉比波，对，像爱用给露骨演，你可以运用在相声里面嘛，未来给长追像给马师傅，
哦，可以。我这一次可以在台上讲这一句，真的太期待了。对，要就会吼，其实就是你知道，每一次学一句按钮跟露骨眼，你会知道其实有意思，因为你会知道以前的露骨眼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讲法，给马师傅。我们现在好不太会这样形容。就有的位汉语形象啊，就是讲就当神发的嗰種語言，就講那種花都係當有的客家話，輕浮嘅客家話，就是當市井或是很批房，很接地氣，很接地氣，都這樣講，很傳統的那種，很傳統嘅講，家裡頭說的話，家裡頭說，市場裡說的話。因為我當這邊市場啊，你聽沒買雞肉的時候，你們跟師傅來用，這就要用公道。對，不過回到我們的大椎骨，因為雅麗姐說，其實之前有去比賽過，我發現，這一次跟這樣大家聊起來，我發現其實以前講相聲的女生比較少，講大椎骨跟 Simon 也卡少，可是這次看起來很多比例很高。非常多，这是我们团的特色。对，因为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还是很少女生讲相声，是，所以我们的团长就是我的师傅，就非常希望可以组一个天团，然后都是女生。对，然后他们都取的名字都叫天什么天什么，天什么天什么。像我大师姐叫天宇，很好听，对不对？我二师姐叫天意，也很好听。我的三师姐呢叫天蓝，我叫天天。为什么？没有啦，其实因为那时候他们本来是开玩笑的，说，天天这个名字蛮可爱的，然后又还蛮适合你，你又是儿童台出身的，那你们要干脆叫天天。那我就一直很抗拒，我说我不要。后来呢，我的就是师叔们还有T哥们，他们每次吃饭都说，你不要叫天天，那不然你叫天兵好了。你觉得天兵有比较好吗？他说天将，他们就取一大堆各式就是更不好听的，因为我本来觉得自己应该叫天晴啊那种，最后我决定天天，因为是全部里面最好听的。可是我觉得很好记。我觉得其实你有心机，因为我觉得这记忆点最高，没错，是不是？而且它可以结合我现在。你刚刚讲那个天什么，我没有半个记住，可是我记住了天天哦，而且它可以结合我现在的名字，就叫天天达伶，你每天都要看一下达伶。其实我们讲天这个字哈，就有点那种好像傻傻的，你知道吗？对，他就好像天天，他装傻充愣的那一种。这是明哥讲的哦，不是我。好，我觉得我是读他的那个心术，我懂。所以其实大家泰卡有发现吗？天天天蓝，对，所以其实是有你们是师承，就是有字辈的。我们这一辈是天字辈，天字辈，对，所以到了你是第3代对不对？我们是第3代，到了第4代就会有不同的字辈。对，那第4代现在知道是什么？就要他们这一辈去收徒才会有。对，要等我们收徒。对，说到就一定要有地呀，有地。我觉得雅丽姐给不给有留下边大椎骨很放松，有没有觉得？你就知道说反正俺黑了谁又跟安有20年壮男的一个，反正这个名字也不会在我身上啊。他根本就不是亲友团，是吐槽团。我今天来都不用负责任。对他刚刚在旁边看泰嘎共发就很轻松，然后听好像在听相声，听完之后就搭一句，然后拍手，有天就有地。不过说真的啦，因为要收徒，所以这一次青 TPK 冯就会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场？对，会特别有天天的这个收徒的仪式典礼。对，这一次是我要拜师，然后去年我有看到我第3个师姐拜师，当时还是T哥主持的，对，然后今年要换成我，而且我师父会做，就是全部的仪式都是传统的，就是比如说还会有宝师、带师，还有一个是。银宝袋，对，就是果然是刚进门，对不对？对，所以这次也是T哥主持吗？就司仪啦，其实就是司仪。对，这是对在周立功在相声来说是一个很正式，而且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对，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对，就是把一些古老的东西能够让大家能够再看见，然后这种拜师就是很有诚意。对，就好像我们以前讲说，拜师要有束修嘛，对不对？还要带礼物啊什么，他们通通都要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我看过一次，我那时候刚才靠那就会明翰他拜师，然后那时候是叶怡君老师，对，然后那时候我很感动，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
你真的是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对，你大家对亚件事情跟宗师，你也是对这个老师的整个，我会觉得那种感觉是我好像一旦拜师，我会觉得你好像要对我负责任我有那对，是不是那种感觉？不只是说的而已。对，所以我未来的整个言行举止，我所有的一切表现，对我都要做得很好，因为我只要做不好，就你老师是谁？对，就按给杠高。所以我们这次可以看得到，对，可以看得到。其中一场我会在舞台上面拜师。其实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说像结婚一样，要有公证人，观众就是我的公证人，然后以后我就不能反悔了，我师父也不能反悔。对，哇，太棒了哈！我们刚好这个仪式he 都先从这样几位看到我们刚根本其实记得有带了一 C 团，你们刚才讲的是一个图钉配5位，是不是？刚才我们有一个很棒的群口，我们现在邀请大家来看一下好吗？好，大家跟他来看一下。周文王也得一梦，梦见飞熊入帐，周公解梦就知必得先成。你这只白鹭鸶，你还不赶紧走？比得了吗？你别说嫦娥了，我连烧鹅我都比不了。你说女人凭什么会说相声哈？女人凭什么不能说相声啊？哎，怎么又回来了？什么意思？哎呦！怎么了？你这小的还没走，怎么老的又上来了？你说谁是老的呀？媳妇师姐，你不知道？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我倒霉就倒霉在你们这一群的想当初。鸿鹄仗剑，提营上书，西施貂蝉为国献身，花木兰代父从军，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梁红玉擂鼓震金山，佘太君百岁挂帅，武则天君临天下，孝庄皇后帝大清盛世，文成公主同汉藏情谊，孟庄一锅倾倒万里长城，依然一笑羞煞秦姬黄酒。太厉害了，那算是幕后彩排吧？幕后花絮，对，光看花絮就这么精彩，背很久哦，超久，我一段大概背个3个月，而且我都觉得我自己小时候不念书，现在要还。但他现在越背越快，是，他一个段子3个月，世民哥呢？世民哥3个小时，我应该1个礼拜之内应该可以。世民哥超厉害哦，还有动静才看女容，你等下转来讲哦。全台第一支相声流行单曲《上台鞠躬》正式发行，由刘增凯作词，姬天宇谱曲，结合京剧、嘻哈、国风等元素，横贯古今，中西融合，打造绝无仅有的相声主题单曲。听相声 ，Everything is alright。多听相声，享受你的人生。来听相声 ，Be happy all the time。多听相声，丰富你的人生。蒸羊羔、蒸熊掌、蒸蛙贵，烧花鸭、烧雏鸡、烧肉粽，卤猪、卤鸭、炸鸡、控肉，汆三样、爆三样，什锦豆腐、鲜柳丁，珍珠奶茶、鹅蛙煎，3吃活鲤鱼，板鸭、筒子鸡。传统创新大杂烩，古今相声一锅出。吴兆南相声剧艺社上台鞠躬。上台鞠躬，尽在无门20，师出无名。今天也太多掌声了！泰卡贡大追顾为说学逗唱，我发现他能够说，要能够唱，对。因为要不然遇到像要唱的柳活，是不是就会清劲中？因为胸矮就五音不全啊，我是绝对不能唱柳活。对，说学逗唱啊，4个是全的话就是非常好，但是基本上只要会说，你就可以说相声。是，对，你可以避那些唱。是我还是觉得还好，说当，然后大追顾给讲，真给你太嘎兄给按键单。有时候看到大师们在台上这样说，可是事实上那个难度真的是超出大家想象，因为太嘎公大追顾轻重视的就是节奏，
对，而且是默契。其实今天是因为这样聊一集，我是觉得3集都聊不完，因为这中间一定有贴斗有意思的事情。像他们台上那种什么 NG 啊，要喊盲闷呐，对不对？那个难度也要喊盲闷，而且跟他共沟给史杰世民哥就说：“你赶快叫他现场露一段。”对啊，他现场很厉害的，真的，各位观众一定都想看，对不对？对。好，那我就用1分钟借大家1分钟。哎，等一下，太刚有发现吗？我不要。好，接着我们就马上来，好的，掌声欢迎。好，那我给大家带来一段呢，我们的八扇屏其中一个小贯口。自古龙具灵界之长，虎冠群兽称王，海马献宝为瑞，麒麟吐玉沉香，熊掌驼峰皆属珍馐，虎骨鹿龙已配佳酿，象牙犀角传世的珍藏，牛黄狗宝济世的良方，鸡有思春之功，犬有护主守夜之良，牛有耕田之力，马能救主垂江，反哺的乌鸦，跪乳的羔羊，像那蝎子、蜈蚣、毒蛇、癞蛤蟆、乌龟穿山甲，残毒的丝肠，蜂酿的蜜糖，或用其骨，或取其皮，或食其肉，或采其毒，或借其力，使人转弱为强。这些都是有益于人类的禽兽动物，您听懂几个呢？结束。一小段，好厉害哦！厉害吧？这一段我真的背很久，对，而且我有很多听不懂，真的。汤姆斯跟演员，因为真的相声会说很难的中文，就是我们那个语句很文言文，对，很多的文言文在里头。而且因为 T 哥就有跟我说过，他说讲相声呢，你不可以讲一些废词跟废话，你讲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是重点。对，所以平常在家里跟雅丽姐聊天的时候会有废话吗？会像我们只讲废话，他都会跟我讲说讲重点，讲重点。因为你堂体的共大追顾，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真的都有意思，没有太多的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尤其是看记者的相声了哈，因为爱去甲都不卡。就提供给做相声演员啊，真经迄印证了一句话，就是台上3分钟，台下20年功。呀，真经黑，哎，这样你有理解对不对？哈，台上理解，我听得懂。因为这3分钟，台下20年，我理解。我是都有听懂。你知道真经黑按用你啊，你按简单，你就估算你讲。那我来问一下好不好？哦，真有太多事情可以讲。那雅丽姐，你觉得讲大追顾较简单，还是周戏较简单？无腔嘅难度。无腔样，真嘅无腔样，无腔样嘅专业呗。唔讲嚟做啲啱讲嘛，其实讲大追顾嘅演员有机会做啲周戏，也是有能力周戏。唔讲真正爱周戏嘅人，係咪冇聽出做啲講大追顧？冇唔差，來掌聲鼓勵。世民哥，你有真的理解我剛剛在講什麼嗎？而且真的T哥跟我講過，對，因為我去上課都跟學生講，是我教戲劇，但是我說他們說，哎，你為什麼不教相聲呢？我說相聲是語言的極致，極致。你會演戲，你未必會說相聲，但你會說相聲，你一定會演戲。對。对，是不是？对，而且我们还可以在很多其他的戏剧作品，最近有很多都可以看到世民哥，对不对？好多的。对，不过我们讲，刚才我们听到那一首单曲主题曲，算是也是这一次的20年亚白尼森演给表演特别做的，对不对？对。所以你们就是想说要把那个歌手的饭碗也抢走就对了，是不是？是想要让大家觉得，其实相声是很平易近人的。是，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听相声的年轻人还蛮少的，然后愿意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少。那所以我们这次做一首歌，让年轻人觉得说，其实这首歌好像是流行歌曲一样，其实跟相声是可以做结合的。对，所以不只有主题曲，而且这次还有展览。有展览，因为吴老师这么多年的这些作品啊，还有他的一些遗物哈，那我们都会在现场呢都把它摆设出来，然后大家可以参观，不用跑到从美国运来的哦，而且不加钱哦，买票就送你展哦，加料加展不加钱，不加价，对，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真给有青岛的惊喜，对不对？比如说大家有经典段子的改编，这样还有一个惊喜，对不对？还有我们有机会扣呢，都得看到天天的这个就是拜祭的仪式，还有可以看到展览，对不对？还有大家都还没讲的，黑妹有几飞都得谈到吴老师现身。
有吗？是不是在里面？吴老师的现身啊，因为他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所有的片段当中都有他的影片，然后他会讲到这个段子的名字，所以等于说现场你还是可以看到所谓的投影哈，投影里面的有画面，有他的声音，有他的影像，对。通通都有。哎，我发现现在相声演员蛮辛苦的，有没有？以前给演员嘛，他们说那时候在中国大陆，我们就在我们说就是坊间或是天桥下，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曲艺。然后底下头一版，你看泰卡就会弹大椎鼓，你讲你可以压大椎鼓很辛苦，有没有？讲相声，其实在整个跟策展一样，有没有？哇，中间还要安排很多的不同的桥段。以前是只有听，时代不一样，对，空用哎。真的，故说压哈共大椎鼓也是要跟进，对不对？对。你看到你做的听相声子哦，你看还有影音，对，看展览，对，然后现在还要听你们唱歌。未来我们还会加入舞蹈，因为我师父知道我的专长是舞蹈，他为什么收我？就是说他希望以后相声里面还再加入舞蹈的段子。是你哥现在讲这是真的吗？真的，我听起来在开玩笑。他一舞啊，这个剧团就要倒了。这么严重是不是？儿童界蔡依林哎。所以真的，我觉得其實共識才發，其實共大椎鼓我們可以按簡單，其實大家這邊已經是20年了，然後或者是第3代的。我們說新血，對，我覺得真年輕粉藝都可以看到新血加入，因為我們很希望安永給傳統給我們說這樣的一個說唱的藝術可以不斷的被大家看見。以前因為你喺全媒體嘅時代嘛，大家還聽嘅台港的錄音帶，對，能夠壓他其實某年唐安永嘅東西，你要他們大家開始看，我覺得聲光刺激已經鐵斗哎，或者說你要真的好好的進去。里面聽相聲已經是一個更難的事情，對，所以1分鐘，只剩1分鐘，好不好？我們3人各自來，是要為相聲來做表述，還是要再為這一次的活動做表述？好吧，我們從這年輕一輩開始。好，從達伶我開始。提醒大家哦，一定要趕快去買票哦。12月14號在高雄的大東藝術中心，12月28在台中的屯區藝文中心，只要上兩廳院售票系統，或是打電話到吳兆南相聲劇藝社，都可以買票哦。等你哦，等你哦，等你哦，等你哦。師出無名啊，網羅了所有吳兆南相聲劇藝社的全部演員，一次看個夠，歡迎買票。牙老公呢，都我卡对牙一撒就吃到当都唔掉的，亚拜都芥末低度啊哈，一撒人而对的什么的，像我看见了的对付呀的什么，天上的一批呀，嘿表演的地方，你看见的表演。对，而且雅丽姐一定会到场去看吧？哦，会哈，因为每次那个世民哥说都会看到我的身影，对不对？我每次都会看到雅丽姐的身影，对，这就是最直接的支持，对不对？所以哈，你改手语改用心片哦，希望大家哦，大家呢卖票去看大嘴鼓。安子 C 今天太棒了，好，你改用心片听得好了，走人头了。